電影《葉問前傳》一個片段引發佛山詠春拳派嘅爭議。電影喺講述葉問勇鬥日本人嘅時候，將阮岐山同姚財兩位詠春師傅刻畫成日本人嘅手下敗將。近日佛山嘅阮姚詠春宗派後人發表聯合聲明，要求製作方挽回先師嘅名譽。電影《葉問前傳》描述咗葉問少年嗰陣喺佛山嘅眾多生活細節，咁其中80%嘅畫面都係取景於佛山。而引起爭議嘅係電影臨結束嘅一段古仔，咁當中就講述葉問孤膽英雄勇鬥日本人。咁但係另外兩位嘅詠春師傅阮岐山同埋姚財呢，卻係不堪一擊，被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。咁雖然呢一段係虛構嘅古仔，咁但係阮邵兩宗派後人就話難以接受。你點樣推牛？我話你好嘢。阮岐山啊，阮岐水得唔得啊？要山水得唔得啊？趙木得唔得啊？咁我個女嘅，我家個話咁咪木魚得唔得啊？你白紙黑字懟落去，咁你唔對噶嘛？此實記載，阮岐山同埋姚財分別生於1887年同埋1890年，比葉問要年長。當時佢哋三位由於功夫出眾，常以兄弟相稱，被譽為佛山嘅詠春三雄。現時阮氏詠春喺廣州雄居一方，而姚氏嘅宗派則紮根喺佛山繁衍生息，海內外弟子超過20萬人。兩派後人就話，本來大家都為推廣詠春深感高興，但而家就擔心三大宗派後人會留下心結。即係影響呢啲係無形嘅，點解無形呢？有啲人喺外國啊，喺湖南啊，成濟南打電話俾我，佢話輸贏咁差㗎，俾人打到咁樣，係咪先啊？我父親哋就係經常咁講，就係詠春三雄係好好嘅朋友，即係你關心下我，我關心你啊。你話係影響係好大，對我哋嘅嫡系係咪個親緣同埋啲後人係傷害好大。姚氏家族話其實《葉問前傳》嘅製作人員喺今年嘅年頭，亦都同佢哋詢問過有關姚財宗師嘅一啲故事細節。咁當時姚氏家族亦都希望製片方面係正面宣傳姚財宗師。不過睇完電影之後，佢哋就覺得好遺憾。佛山嘅阮邵詠春宗派後人近日就商議好一份聯合嘅公開聲明，要求電影嘅製片方盡快有一個公開嘅回應，維護兩位先師嘅名譽，亦都希望停止發行有損先師武術能力嘅漫畫。如果短期內未得到回覆嘅話，唔排除訴之於法律。佛山電視台記者嚴劍鋒報道。